走進展場，一幅幅拓印下來的門聯，還有許多以竹溪勝景為題的創作詩詞。竹溪禪寺特別以文字為媒介，推出文化特展，透過戰後門聯、明清詩詞與早期籤詩三大主題，讓民眾看見竹溪禪寺不同時代的歷史文化。這次展覽是整個竹溪寺在整理過程中，花了20年時間整理，慢慢累積下來的一些物件啦，那因為整個環境已經改變，所以這些詩詞其實可以看到2件很有趣的事，一個是竹溪禪寺過去的那種宗教氛圍，第二個就是竹溪禪寺所在的環境，那現在已經物換星移，那以前的環境的一種想象。展覽其中一大亮點是竹溪禪寺1983年中國古典式樣建築門聯，以及28對由名人題寫的門聯。被譽為海東文獻初祖的沈光文也曾留下與竹溪禪寺有關的詩詞，甚至戰後初期的籤詩，展現傳統民間信仰與生活文化的緊密連結。竹溪是我們城區裡面、市區裡面是一個自然的一個河川，而且早期的詩人就是會在溪的旁邊就吟詩作對。那這個部分他的所有作品都呈現在竹溪禪寺裡面。透過一字一句，重新帶領民眾認識竹溪禪寺的歷史文化與宗教意境，也閱讀府城的歷史記憶。記者說懷談的報道。